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冥想有什麼好處？我們應該如何去實踐冥想？即使是高空之上的天空也在冥想，他反思着自己和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，他還能持續多久，以及如何分享知識。他思考着人類需要什麼，如何滿足這些需求。要正確地冥想，首先必須設定一個目標，然後所有的行為都應與這個目標保持一致。儘管受過教育並富有智慧，許多人包括政黨成員、教師、教授等，卻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。如果他們有目標，地球的現狀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。一些人住在豪華宮殿中，而另一些人卻住在破舊的小屋裏。這種差距源於土地的私人所有。如果沒有私人所有制，不平等現象也不會存在。在天空中，星星和星座之間沒有歧視，沒有高低，沒有大小之分。天空中有無數的星星，沒有任何人類或科學家能夠數清它們的數量。但為什麼人們不去思考這些問題？我們是誰？我們從哪裏來？死後又將去向何方？天空了解地球上所有人的一切，誰是善良的，誰是邪惡的，誰明智地行動，誰魯莽行事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人類往往會衡量這對自己是好是壞。大自然幫助我們進行思考，然後智慧識別力就介入。自然與思維之間，智慧告訴我們什麼該做，什麼不該做，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錯的。然而人們常常忽略智慧的聲音。每個人都在明知故犯地犯錯，並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。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從未犯錯的。很久以前，人們用泥爐做飯。我曾訪問一個村莊，一位婦女正在用泥爐做飯，她的孩子跑來在爐子旁停住了。母親並沒有讓她停下，但孩子卻因內在的智慧而停了下來。她知道如果靠近就會被燒傷。在地球上，盜賊與強盜的行為違背了智慧。有些人認為我父親富有，所以我也富有，卻不思考那財富能持續多久。曾經有許多國王，他們來了又走了，莫臥兒王朝來了又去了，英國殖民統治來了又去了，印度曾由國大黨執政，如今由人民黨統治，他們做得不錯，世界都在呼喊莫迪莫迪。然而即使知道一切，人類仍然不斷犯錯，因為這個世界的體制是有缺陷的。這個體制使人變成盜賊，使人腐化墮落。過去在君主制度下，即使是國王也不能偷太多，但如今君主制已經消失，每個人都像國王一樣行事。部長是國王，議員是國王，村委員會成員也是國王，他們中沒有一個是誠實的。如果廢除土地的私人所有制，地球才會真正走向福祉。上帝早已創造了地球、大自然、空氣、水，一切的一切，以便在人類到來之前，世界已為人類準備好。如果上帝如此智慧，為何人類卻不具備同樣的智慧？為何他們不明白自然就是我們的未來，我們的過去，我們的現在？為什麼人們不這樣思考呢？如果人類開始把自然視為母親、父親和老師，他們將不再需要人造的事物。因此請讓自然成為你生命的基礎，並不斷地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的聖名，你的生命將真正獲得祝福。